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英國望香港，我係 Howard Sir。各位香港人，有冇人知呢度係邊度？我覺得好似旺角記利東道。喂，靚仔，睇頭喎。呢條街中文名字叫做紅磚巷，英文叫做 Brick Lane。大家係咪好好奇有咩睇呢？今集我會為大家介紹適合假日一家大細都喜歡嚟行記呢條 Brick Lane。最近記地鐵站係 Aldgate East Station， 行過嚟大約5分鐘。喂 Howard Sir， 你成日話英國咁有歷史，咁呢條街望落去舊晒殘晒，有冇啲故仔可以 entertain 下我哋先？有啊 Karen， 你唔好咁心急住啦，機械人都要透透氣啊，大佬。你估我扮 Howard Sir 把聲，唔使飲翻幾杯咖啡熱奶茶透下咩？我哋而家記起點喺呢度，最容易辨認我哋身處係邊記建築物係 Hampton by Hilton。等我 mark 一 mark 俾觀眾睇，陣間開始個陣右手邊都會見到。由 Hampton by Hilton 出發，位於 Osborne Street 係 Brick Lane 嘅南端起點，可以視為 Brick Lane 嘅街頭。沿住 Brick Lane 行到 Hoco Cafe 係 Brick Lane 嘅北端，鄰近 Shoreditch High Street Overground Station， 步行約5分鐘，正好由街頭行到街尾。穿越成條 Brick Lane， 沿途可以欣賞到豐富嘅街頭藝術、文化同埋美食。咁 Karen， 我哋應該講食先，定係你想聽英國歷史故事先啊？英國歷史故事先啦。好，雖然而家呢條街係以咖喱聞名，但你知唔知，其實早喺15世紀呢度已經係倫敦人製磚砌瓦嘅地方。大家以為 Brick Lane 係由南向北行，但其實歷史上係相反，條街最早係北邊開始發展，後來先至向南擴建，接通而家嘅白教堂高街。所以我哋行街都係倒翻轉行緊歷史。17世紀開始，呢條路向南伸展，連接埋白教堂高街，漸漸由農村變住宅區。之後陸續有唔同族群遷入，胡格諾派、愛爾蘭人、東歐猶太人，到依家最多嘅孟加拉人。19世紀嗰陣，英國發生咗愛爾蘭大饑荒，好多愛爾蘭人為咗揾工揾食，保住條命仔就嚟咗倫敦。所以 Brick Lane 曾經住過愛爾蘭人，佢哋都係其中一批早期塑造呢區文化嘅移民。講完歷史，不如我哋一路行，一路欣賞下 Brick Lane 嘅街頭藝術作品。有街頭藝術、模板噴畫、壁畫、貼紙藝術、3D 裝置藝術，類型多樣，風格自由，真係藝術無界限。呢條街本身就好似一幅畫布一樣，隨時隨地都會不斷更新。這係隔幾日再嚟睇，啲壁畫同圖又唔同咗啦。係啊，意義唔止靚，仲有態度。有好多畫都帶政治社會信息，例如關於移民、種族平權、環保。呢度好似條無形畫廊，日日都有人加畫，藝術不斷演變。細個阿媽話唔聽話就扭耳仔，我真係未諗過耳仔都可以變成牆上嘅藝術裝置，咁立體，咁栩栩如生。呢件裝置藝術玩視覺錯覺，玩到出神入化。雖然只係固定咗喺牆上，但你望落去真係會以為有人困咗入去，甚至覺得成幅牆好似有生命，會吞人都唔出奇。喂，靚仔，你太投入啦！我哋而家行到去邊啊？你有冇同觀眾講聲啊？你太投入講藝術啦。Truman 係咩嚟㗎？真男人啊！講翻少少歷史背景俾我聽啊！好問題，唔經唔覺，我哋已經行到 Upmarket Brick Lane Food Hall。Truman 係指 The Truman Brewery 杜魯門釀酒廠，聽名好似應該係仲有啤酒釀造，但其實你喺 Brick Lane 冇見到酒廠，係因為佢已經唔釀酒好耐啦。原本真係一間釀酒廠，成立於17世紀1666年，曾經係全英國最大型的釀酒廠之一，專門釀造 Porter、Ale、Stout 等英式啤酒。高峰期每星期生產20萬桶啤酒，仲出口去海外。1989年停產，因為啤酒市場轉型，財務困難。原址 Brick Lane 一帶，而家轉型做咗創意產業商場活動場地，例如設計展、手作市集、pop-up 店、創意公司辦公室、夜市、文化活動，保留咗 The Old Truman Brewery 個名做 branding， 所以你仲會見到呢個名掛喺牆上，但入面冇釀酒。講少少 The Pride of Spitalfields 喺 Brick Lane 隔離條正街 Heaney Street 有間超有味道嘅老酒吧，
叫做 The Pride of Spitalfields， 成間 pub 至少有100幾年歷史，最早紀錄可以追溯到19世紀中期傳聞中。開膛手傑克其中一個疑犯 George Hutchinson 就喺呢度飲過酒，所以你話陰唔陰森？但而家氣氛就溫馨得多，仲養咗隻 Poop 貓做鎮店之寶。1998年，英國歌手 David Gray 拍 Sail Away MV 都係喺呢度取景。2013年仲攞過 East London Pub of the Year， 可以話係本地人至愛之一。另外，我建議欣賞壁畫記方法，你試下由左邊望去右邊記場，或者右邊望返左邊記場。呢幅兔仔圖下真係幾可愛，係 Banksy Brofman 嘅作品。佢連 IG icon 都畫埋上去，好大方咁話。呢幅係我畫架感覺就好似提示你，鍾意就記得 follow 我 IG 啦。再睇呢度，呢幅係 Banksy 嘅作品 Free Monkeys。好可惜呢張相睇得唔太清楚，因為當時我影嗰陣已經被移除咗。3隻猴子係 Banksy 嘅經典主題，象徵唔聽唔講。畫喺 Brick Lane 呢個咁有文化同抗爭歷史嘅地方，好大可能係寓意社會對不公義嘅冷感，裝作睇唔到。其實呢個意象原本係儒家嘅教父，去到日本就變成咗3隻猴子嘅雕刻，後來俾西方人翻譯做 See no evil, hear no evil, speak no evil， 再變成政治標語。你會見到文化由中國傳到日本，再由日本去到西方，最後變成咗全世界都識嘅共通語言。而即使作品本身已經唔喺度，但喺街上仲留低咗一種態度，一種反思。而呢隻人形公仔就係來自尼日利亞嘅街頭藝術家 Slon 同耐克合作設計出佢嘅 Air Max 90 Speckle 系列。呢個活動算係快閃，手快有手慢冇。好彩我咁啱經過先有影低咗呢隻好巨型嘅人形公仔。最後唔夠幾日，我再經過 Brick Lane 嗰陣，呢隻人形公仔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。除此之外，我喺一間鋪頭門口見到一對超巨機械，好有趣，仲歡迎遊客試下放隻腳入去試下着呢對巨鞋。我心諗藝術呢家嘢最緊要就係包容。Brick Lane 嘅每一幅作品都非常抽象，但同時又充滿唔同文化、唔同故事嘅氣息。最後想介紹邊度有好食嘅中餐食店。我哋睇咗咁多幅壁畫同塗鴉作品，係咪開始心喐喐，想親身嚟 Brick Lane 行一轉呢？邊幅最吸引你？留言話俾我哋知。Alex Sir，人哋肚仔餓啦，可以開始講食未啊？好，等我順次序由街頭到街尾咁逐一介紹。睇緊美食記各位，唔好忘記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， 同撳埋個鐘仔。你哋就可以了解英國邊度有香港美食。以上4間係我親身去試過嘅香港食店。第一間係叫雲貴村，呢間記米線都好好食，完全係滿足到我喺香港想食譚仔避慾望。第二間係叫 Who's Who， 有好多唔同款記小食，我覺得凍奶茶好好飲。第三間係叫係 Hoco， 熱奶茶非常正宗，冇得頂，唔講你唔知。呢間嘅熱奶茶早就收買咗我個胃，飲過一次之後，每個星期都掛住 Hoco， 職員又咁熱情，每次見到我都打招呼，點頂得順啊！我知你哋可能以為我介紹完啦，嗱，我真係冇收廣告費㗎。不過嗰日老細請咗我食個蛋卷，咁我咪拍耐少少咯。好啦，講返正經，第4間都幾有驚喜。第4間係 Bunhouse Disco， 我好中意食佢哋整嘅蒸包，佢哋嘅蒸包老實講仲好食過香港酒樓啲包，皮薄餡靚，啖啖都係真材實料。我特登揀咗星期日嚟拍，因為 Brick Lane 星期日最旺場，熱鬧到好似節日咁，啱晒介紹俾大家睇。如果大家中意呢條影片，真係要記得訂閱我嘅頻道啊！歡迎各位留言話我知下一條片想我拍邊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。